中华中滨工业区目前有6座焚化炉，不过经济部规划阁要起一个新的，引起当地反弹。今仔日工业局长亲身出席说明会，现场的民众拢真愤慨。落尾工业局是答应伫2个月来评估，讨论看敢要撤案。 上百位鹿港民众来到说明会现场，透过白票语大话提案，因为经济部工业局规划伫鹿港中滨工业区新设一座事业废弃物焚化炉。由彰化县北边有中火，南边有六轻，中滨即阵已经有6座焚化炉，空气污染的问题恐惊愈来愈严重。所以讲对县府到各级民意代表拢表达反对。烧起来，这个空气中决定会去影响到咱的一寡这个后一代。 的这个健康的代志，伫阮鹿港一带，足侪拢是肺腺癌而往生的。建请中央能听到我们地方的声音，尽速撤案，因为这是阮鹿港的心呀。因为伊做了，会影响到阮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健康。 这座精鼎公司兴建的焚化炉，进前也违法了动工，又反对开发案连署的已经将近9000人。在民众真侪怨言之下，工业局长亲身出席说明处理的进度，强调相关技术拢已经提出。阿门土地坪有加6个底来拆除。嘛有甲大家协调好吼，即摆无透明的，甲改做透明，因为这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围篱有一部分会保留。涂骹坪咱有定6月初9开始拆。 6月底会甲所有物件处理好了，安尼。环保团体批评，彰化是农业的大关，龟卵牛奶产量全国第1，青菜水果产值全国第4。中滨工业区焚化总量早就超过环评资料许可量，严重超过环境负担，反对政府急于来开发。 97年的环评资料里面，针对彰滨工业区的总量，焚化的总量大概300吨每一天，但以现况来看，焚化量超过1000吨了哈。那我就不懂为什么经济工业局一直要执意的开发。 环保团体指出，工业局伫可行性评估甲升级的规划阶段拢严重缺失，最后工业局答应要伫2个月来检讨评估提案。另外，包含焚化炉环境评估、BOT 联合贷款是不是牵涉不法，拢会要求相关单位来彻查。记者综合报道。